南投德山有一个老师刘文宏，伊所做的现机鸭肉，无需要任何的锁头，就会当甲鸭肉锁起来拍袂开。老师讲，伊所运用的是传统榫接的技术，搁来结合着现代的美学，这嘛互伊得到6届的工艺大奖。来看今仔日的看见台湾国宝赛富。 顶啊优美的经书鸭肉拍开了后，悄悄的就会使变切鸡啊！要有这粒球灯，无什么电子控制器，就会使调整电光。全开的时候就很明亮，那你可以慢慢的调整你的光线。要更较厉害，看起来普通的四角鸭肉，唔知影秘密的人根本就拍袂开。转盘哈，它里面有个配重，要起45度，这个榫头才会变成平，才拍会开。这个鸭肉搁要考到一名德国牌子的汽车工程师。停留一下。 它才会张开。伊是德国老师刘文宏，是出名的现机鸭肉的创作家，做出来现机鸭肉无需要任何锁头，嘛免用电子装置，用简单的机关就使考到真济人。打不开啊！动了一个手脚以后才会开。手脚是在哪边？我看你。现在不告诉你。刘文宏的工艺唔但赞，而且增加真济意想未到的卡数伫内底。 它不是只有斜面，我们里面有暗榫。刘文宏将传统的榫接技术运用伫工艺品顶面，会摕到6摆台湾工艺研究所生活用品评选最优奖，嘛是台湾少数经过认证、比赛资格免审查的工艺家。面对你生活实际生活，你有所需要的时候，你自己理解你需要什么东西，想要去探索，你才会认真的去学。 刘文宏讲，做德艺品的创作已经超过40档，有这个灵感，拢是因为日常生活中得来。只要徛伫使用者角度去思考，就会使做出让人满意又搁惊喜的作品。